那么接下来登场是啥人？哦，不得了，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。哦，最见英来师。哦，最见英来师。就是当年这个朱良兴来师是夫妻。哦哟，两家头侪是能说善笑。是吧？我讲唱腔浪向侪有创新，琵琶也是弹得呱呱叫。那么我讲你最来师啊，今年已经70岁追30了。哦，真的。接下来掌声有请。有请。最来师一唱《看红》。两位主持人说得好，我能够参加当然开心，但毕竟年纪大这样，唱得不好嘛，大家原谅点啊。现在请听。
妻俩，可谁没相思情？意中人，后日结病的，一病叹语。下几分意，他心感动。他的子女儿失去了下路人，明梦娘昔日非转泪，他也应应身份泪滴。他们日们不舍鱼，不舍水，乘飞风，也风雨，一双人儿两相对，应如一缕共水泪。生之本，你儿不信是后根。与当初被困我情绪浓，今日风波你是猜忌，我也求夫人得含蓄是不起含蓄，几句后必口吹句，杀一女大不中。并太心，都掉的喊出门，狗肉是食材。唱几句这个大人眼里的首长。天昏一声。后拉背我在心，父恩迷神人。
Thank you，Thank you，谢谢。不得了，有啥子？我跟我带个点喉咙，这个点年纪基本上是，哎呀，你是点看欧盟那是吧？你看啊，今天节目真的是高潮迭起，名家荟萃，是吧？那么接下来啥子少年？哦，一代黑的呢也是精彩，这个大腕儿都在后面压台的，没错。接下来呢是你国家仅有，也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范玲玉先生，但是你中国曲女家有位副主任，国家仅有上山云打得来个美定相会，有请。有请。大把和他吹响了那花园中相会，这不就两个人手牵手一路往花家而来。啊，姐姐，哥哥，今日与你花园中相会，真是天机之遇哟！可不能够请姐姐轻易离不？喏，我们的纳税就落梅林中去对待中秋，可哈？是哥哥请啊，姐姐请啊。如今你我两人还有一比，还比什么？那你还比一世事，我还比一回礼。与你相逢东北大，无上情。哥哥啊，你是谁？又还蛮珍惜。你们许可他莫期许，你还比落句红线非为
什么？我爱他，君后大来深情应，终身不由言语。姐姐呀，你是玉骨冰肌神啊，几身，你何必来这为谁牺牲？你看里娘，拿我是画比试比，跟我今朝还要拿奶来比一比。啊，公公，哎，姐姐，有三妹开来，公公一哈有一比。小弟还比什么？自己知道，被你都知心。哦，还有，当把我听见秋香拿自家10案一比，比得你卡不得不得了。你拿我一个人比作2个人，自己自懂。自己三国志里上场的儿子赵子坚，此人文采特别好，七步楼之间做一首诗，投机诗大家很熟悉。知道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男子。秋香生活大把好，有自己之才，自度之美，一个人比2个人，哎呀，哈哈哈哈！可惜了，这个。这也没劲的啦，考不对嘛，弄上可惜。哎，可惜什么？邂逅你相逢来做的哎呀，可惜我面孔蛮标致，学问蛮好，但是到相府里向来做，别，倒要不奴才。哎呀呀，姐姐，小弟该做低三下四，都是为了你，哈，姐姐呀。他们2人同把那小江山。2个人水彩水上一头小茶叶，前面那一块小竹头，就像无意之中夹起那块竹头，汤一踢，咚，得到50里。50里的是必不伤心，2个标致面孔遮得了清清爽爽。当有雨下来，对50里一口嘛，哎，妙啊！见那几杯落花浮水面，走的到市里嘛有水货的了，介绍个水货一轮移过来，巧在前巧移了秋香市里影子的面孔了，一些叫秋香面孔了，外国地上跟这个水货晃，才得追问呀！啊，姐姐，你看呀，看什么啦？你看姐姐是雪花之间最美。
呢，自家面孔上下一愣一愣，随时地追问，哪是孩子比这个烂桃不在？孩子，吃那个些辰光，只看见闺蜜吞了吞过来一盆水菜，前却吞了里银子个荷包底哟。哟，哥哥，哎，姐姐，你看呀，你哥哥擦手吃了水。哦，大帮一口吧，哎，实对呢，一大盆水菜，吞了银子个荷包底哟，大浪浪三公一盆收拾完，吃收拾比这个烂烂头当不好的哇。在春香茫茫那一面孔，我追问比这个烂塌布，我比个烂烂头，烂烂头烂塌布，烂塌布烂烂头，哎，我不看大美汉，姐姐呀，你们追妹妹，我是出了手，我们当然提供来。狗戏什么戏啦？那与你讲嘞，神功这对老夫妻呀，吹过海水风一缕。十指美丽谁好，那么接下来啥样子侬一位哦，不呢？得了的。接下来呢，还是德高望重的著名的平台表演艺术家。啊，首先呢，那是男演员当中的金嗓子。哦马湘呢，电影演员当中的王新刚。哦，平台讲王新刚。对，哎我讲是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展平台代表性的传承人。哦，为啥个？我发育各位是跟咱那学生菜的。哦，我晓得这，这个人啥人呢？就是那个先生金立生老对师，我的恩师。哎，那么今朝为你带来的好像是琼海厅的李荣康的。对的。接三道线大唐飞案，来刘贼张明，来掌声有请啊！两个送两节个啊！来来。今朝是光绪牛年7月20，浙江三大县大堂奉旨提升杨乃武一案。现在副台杨长进一声令下，来带个别是上当啊！大人君欲带个别是上当，轰！两个差人奔到外头西北方，拿三把菜头进那个礼堂上将抓一把抓牢。可别是大人吩咐上堂去。是三把菜不出北往上用的，一米追一米了想。今朝在堂面上大人半夜问我该府凶手是啥人，我哪回答你？只顾神与我杨乃武妹夫得误，唉，我实在对不起你。2年多里家害得杨乃武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实在是惨不忍睹。那么如果拿凶手刘子武指出，我也不说的呀，因为这样对我多情多义。
好像现在的小白菜是思前想后，矛盾重重，真是举棋不定，不知所措。隔壁日大堂金金红，是。他又是牛眼，六月天，因为难以七尺手心心。不能开他养生醉，怕日流浪也定水命。想他是谋杀神来。一人难逃大相思，想他是年轻貌美好郎君呀，谁此谁人谁此人。黄金绿金呀，一没带数字，假使个金盏努力折子出来，岂非是从此绿门也多你呀？不过这一想嘛，不对，想他是水花，容貌水郎星，美是顾家子弟们，他文书一勾下绿神。莫有人，我是快把真情来收心。他从思想最深人，哎呀，美嘞，像山影，都你自有心。我与他说下紧张之心，今日当一起吃身，女性后人来收牛。
说小日，我与他谁那神些些一声声，月光水水照西顶，我与他是一水花地在顶门。我知道是蒙君家，几处深情意，参谋夫妻一动人，不明人生死不否。心放心，遇上哟七口公堂，张出真凶。四大水军。风必发，我只得没风，得无来海洋生，指望来生保你。现在阿台戏的话，阿台戏你看现在电视剧在类型谍战剧，那么你书台浪向也有一本谍战剧啊，就是三个士官官。哎，所以你个阿台戏在三个士官官的三头间大难大世界。对，因为说呢，可能有交关观众朋友啊，侪听过、看见过，但不过搿个几个演员呢，一家老创新，上色上新。伊拉先生讲，全凭一张新的嘴，只有这个不断的创新，才会受到更多的观众朋友的欢喜。精彩与啥个新意？哦，精彩不得了！你想，尤三良到黄琴，李多良高头嘛，一家是那样创新的，说法啊、唱啊、弹。王如良的说法是精彩的，没错。比较现代派。我个邓现在据说还有变戏法了。哦，真啊！那么还有一位演员，还有一位演员是啥人呢？是我的前搭档。哦，前搭档哦。今朝出场也难相信，来，掌声有请四位。有请。一九36年的早晨，上海大世界门前今朝军警洗头会的四息不通。进去的人不怪，出来的人帽子脱脱，眼睛挪脱，胡子也拉一拉，是真是假？啥体？热浪做一个共产党情报员，里边的密身文章加上身旁边的少小侍卫部叫刀锋。因为上海地下党出了半头，连广大上海通通百姓地下党安全转移，侪是自家新闻暴露。不了大屋顶上，得知大世界理想，属于头头包围。那么大风浪落大，让惊喜上，啥体？是却是王家辈了让唱戏，你打王家辈有很深的渊源，所以来得准下，今朝可以避一避风头。所以大大理想一看嘛，哎，瞧着是却王家辈的辈子让出来。王老板。王家辈的辈子叫王居林，你早年丧妻，中年得丧，能王一称努力寒心思苦抚养长大，吃辛吃苦，现在成立王家辈王一称骗子王家辈里向个台主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
现在辣辣大世界里向演出，还分开始，后台辣辣化妆。哎，突然外头进来个人，王老板，后台之前三样，一成了那护长，抬起头来听几声音一口嘛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哎呀，你王先生啊，我们的大恩人爸爸，瞧您的记性，他是南京的陶氏为官，我的救命恩公陶先生呐。哎呀，王老板看我老眼昏花的，是啊，眼拙了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救命爸爸人，先坐，先坐呀！您赶紧去泡杯茶吧。要的，要的。陶先生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陶先生，您怎么会来的？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这个一人，因为当初举国王以称有个国民党副市长看中之理，自家不当不平。我是一人强力的西北风吹过来的。对个哇，南京是在上海的西北面的呀。哎呀，陶先生，您可真会开玩笑，您来我们真的是太高兴了。谁要让这个辰光，王居林后头当秀进来，烈日透射呀，紧张得不得了，顶老子个大风，从头浪向脚浪向到头浪向，连空18遍。耶，一成是个聪明人呀，要什么不判，顶来这个大先生一眼不杀杀起讲。爸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不礼貌。眼春啊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？外面的唐老板派人来说，说什么？说正在抓一位共产党的逃犯。抓共产党逃犯？这位逃那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这位逃犯和陶先生的打扮是一模一样啊！和陶先生一模一样。更稀奇的是，什么？这位逃犯的名字也叫陶峰。叫陶峰？对呀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哎呀，想不到对人这样夸已经是一无通知的，可你为难个顺子，别为此我历来的多整个王家班。王老板，王先生啊，实不相瞒，你多找个人的确确就是我。你不是南京的带刀侍卫，怎么变成了共产党？一句两句讲不清爽，这个王先生、王老板，能够麻烦你多帮我寻一顶礼嘛，再弄一副墨镜，我想办法化一化妆，我混出去离开该打。这妈，万万想不到，刚刚搿啥个惊喜，看见是自家恩公来着，突然身份那还延伸一变，变成人家让做那个共产党党委，搿是四大共党党委，拨了岁数的人晓得是，你一只裤浪头不敢当噶。现在大先生一办，但是呢，今朝办不脱。我上场子个辰光，谁觉着奇怪？外头今朝是眼睛一脱脱，帽子一拿脱，连得收拾侪一拉要自觉自家，原来侪辣浪做内啊！但是。
十八股。神，但是上谁对是一个汉人？当初这个国民党副市长失踪我鬼也想补助我，不但身上上义相聚，我们来在我觉着，根本呢，你唱唱戏，这点高义气还是懂的。爸爸，你怎么还在犹豫不决？陶先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没有他，怎么会有我们黄家班？我黄彦春早就完了。咱们唱唱戏，跑跑江湖，别的不懂，可是这点江湖义气，咱们还是懂的。爸爸，你赶紧想办法，我们一起把陶先生留下来呀。对，破根本没用上，去年在这要紧，应该留下来。是啊，你现在出去危险呐。父女两家的偶然发自内心的言论，我的确我出去自对龙马。王老板话说啊，但是乱了该大后台实讲戏啊，我不得落得起呢。为只要实讲一点点戏。哎，陶先生，您看那里有几只戏箱，委屈一下，躲一躲，戏箱里去吧。对个，戏箱子里向唱戏的这个服装，这个箱子来定性，变成一个人，两个人手握起面对面当中放满几步，为何杀两脚？对呀，戏箱子里躲一躲。是啊。不来个。为什么？个喇叭头望向门开几火针，大概到后台实讲是一四面500人，箱子实讲带个打开街头500台了，瓮中捉鳖。哎呀，是啊，那哎，我倒有个办法。爸爸，你快说呀！给他画个大花脸。哎，我这个大花脸，你都亲娘娘来，还认不出那个？对呀。那马上动手吧。这个办法错一听45不错，还不来。为什么？第一，画大花脸背呀，光浪头时间浪向打不够；第二，外头中欧个人非比寻常，妄想历代金家还比较内行。唐斯达该达还晓得你个有女王家背一口鸡出戏，在里向一扎一扎角色对一对，500个实讲1、2、3不马上出版。哎呀，这不行，那不行，时间紧迫，怎么办呢？总不能让你上台唱戏呀。唱戏，王先生，留了一出啥个戏？空城计。对，上台唱戏。南路唱戏口大特气得走，你唱空城计？对，唱空城计。你唱诸葛亮？我都不来。诸葛亮是你个未婚夫，搿两上唱呱呱叫，交关人啊从浦东16浦赶过来，随时要听你个唱。不是个。不唱诸葛亮，那您唱司马懿？啊，不是，也不是。司马懿搿个机上唱深入红中，我讲你答不开，马上出版，还不是个。不唱诸葛亮，不唱司马懿，那您唱什么空城计呀？我为此要唱个人，我既能够胜任，也不引人注目的口水神门的老弱残兵。老弱残兵，太好了！好极了！哎呀，东地京西的人，大家侪晓得，搿个两个老弱残兵，一从头到尾辣辣台浪向，第二个500几首歌曲，大家好受受个，好极了！马上拿两个搿个白龙塔的朋友喊过来，一个叫你随时下岗，另外一个到大风去画好妆，上门会上。你得准备定当，外头等不及。晚灯不见时灯发出来，肯定搬了里向每一个场所了。所以王相关在一半人睡了外头，另外一半人每一只场子，谁要当我说每一只面孔，谁要当我人。是一些些功夫，大世界里向乱成一片，不灵来做人来。花地头哎，对，大世界来自恶杀人，男男女女，懒懒散散，路纷纷。哈哈镜
文人带文人，现在甚至天阔生，咖啡馆里带文人的乒乓玻璃杯，当山五大人，跳舞厅里带文人的洋金柜，吓得力气声，电影场里带文人家电影中途开电灯，诗案里向带文人，14岁上华生，叫脱山庄的石灯梅雨金的行当，突然冲进一批人，心里一乱，心一分的脱山庄，被人揭发上，人多多，被人乱纷纷，林三爷调出身来，马里奔叫，听客纷纷立起身，有个脱他水泥板的，有个忘记感动情，听是听他一把起叫一个个有天地马三门。深秋上三文饼，四千郎唱罗亚人，巨大几郎把玉木称，哇啦啦嗓子唱干声，突然上次一人路，一下眼睛立起身，被玉木一语心上病，一下搏，反而巨大第一人，巨玉木比人巨女婿，哭得大家哭不出来，三不人，三星大杯谁无啊？上一山当八国精，花果山上三我身前牡丹跟对飞得亲，上次一路心一分，一只我身对李文，台上飞弹对下对，四千步头杨柳对谁奔？啪！一脚踢上里个黑两声，痛得李前胸口发闷，眼睛盯到恶人，死于500人。西法上里带文人的马日诗，西法变得蛮起劲。来了，瞧好了啊，来了啊啊，来点掌声了啊！哦，这就对了，过年了啊，大家看好了啊，这是没什么了啊，瞧好了一个简单的皮夹子了啊，大家瞧准了啊，看准了啊，明白了，这是什么？啥东西？啥东西啊？这是啥东西啊？哎，这里抽一张扑克牌哈，哎，一张牌，你们大家说新年要过什么？变什么？要钱对不对？老师说要钱的，一彩票子，一铜钿，很简单的啊，这是一个大鬼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把那个大鬼演着，吹口气，马上变出来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呦，000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！咣当的都是冲出一批人，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魔术师。抓共产党！你这个脸没看到过？我你这个钱也没看到过？你这个钱哪回来的？我是变出来的。充公！俺们当然充公了，哎！哎呀喂，要死了，真是乖乖弄地洞韭菜炒这比西方的币值100起价，动力分散上。反而为也是拉本。大师讲，我等于这3年来，女播音乐家在节目蛮动听。上海综艺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海太红歌星百丽娜小姐为大家演唱《吾日君再来》。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。两头手一脚踢开门，外头冲进一批人，手里拿枪，戴眼镜的，气势汹汹，卷起来，卷起来！哎呀，当时土匪来帮骗嘛，吓得连连喊救命！救命哎！救命！搿只广播喇叭不人管的，所以是个全上海。大气听见讲救命！弟兄们，跟我走。来报的吴王相气势汹汹，大致100人冲进该到大世界，带着一口金细沙，叫大风睡了里下。你哪会晓得？哎呀，大风的王家被遇坚定的在情上的，也是得怪今在落内被人家对开王家杯，砰，水一挥，气冲冲，忙真该到后代进来。哥哥，你是？一称一口，不是本人玩。上线市委官汪想哈，来做大先生的本来是朋友，现在变成对立面，自家怪在自家真人。哎呀，爸爸，您真是老眼昏花了，又是一个大贵人，汪先生呐！来，汪先生请坐。哎呀，爸爸，您去泡茶，去泡茶吧。汪先生呐，好，我去泡茶。汪先生，您请坐。
您请坐。哎呀，王小姐，看起来侬记性倒是蛮好的嘛。哎呀，怎么可能忘记呢？您是我们的大恩人的好朋友，我当然不会忘记。一米负1厘，一米个眼睛归得上上门。哎，空人记得已经开始锅盔郎受进来。司马兵到，心惊肉跳，见了丞相，急忙跪倒，参见丞相。对郎相的事情啊，马上呀已经开始子，自家跪在自家，真人，期待非慌。王先生，我们是不会忘记的，您是我们大恩公的好朋友。哎，王先生，怎么今天是你一个人来？我们的大恩人陶先生，他没跟你一起来吗？哦哟，聪明啊！问我这句闲话，就是想从侧面证明大风不了该的。对呀，对对。今朝我也来一个出其不意，留下来，我也察言观色，所有人配对起来叫夹面头。哎呀，原来我呀！做事体夹面头，听闲话听音头，三菜吃三头，没吃面吃酱头，衣裳扎领头，裤子扎蓬头，皮鞋扎光头，麻将无钢头，没听书也听血头。啊，对了，王小姐啊，刚刚道风不是来看那了吗？是我们眼睛盯了这里了吗？这个那个面孔浪下热辣辣的一来，但是男眼睛啊，夹面头夹不出。一晨马上也上台，化个妆来，自家跪在自家正人，一面弄分派，马正面孔拉下，再点分上去，一面了让回答你。啊，王先生，您说陶先生上这儿来了，他在哪里呀？我们倒是非常的想见到他。爸爸，您说是吗？我就离自家帕子说进来。是啊，咱们的恩公在哪里？我们去拜访他呀。是啊，你一定要告诉我们。对呀。看呀，侬两高头一打一打，一吃一唱，不甘心等多啰嗦。好了，老实的那讲，现在的道风已经不是去年的道风了。伊是共产党的要犯，今朝我是奉了蒋委员长之命，特地到此地来捉伊的。那世上共产党的要犯啥个罪名？懂吗？什么？我们的大恩人，他是共产党逃犯？对的。哎呦，真是吓死宝宝了！不瞒你说，王先生，我们本来是很想见到他，可是现在被你这么一说，我们再也不想见到他了。为啥？因为把他交给你，他要说我们忘恩负义、卖友求荣；不把他交给你，私产共产党的罪名，我们可是担当不起呀！爸爸，您说是吗？对，咱们是跑江湖唱戏的，可不敢跟共产党来往我们没生那个胆呐。是啊，王小姐啊，闲话少啰嗦。我相信呐，但是公务在身，既然来了，搿后台我要收一收。那谁孩子，你来个目的随时也收。王先生，您公务在身，应当的，您请便。莫烦了，没事。弟兄们，等我收。晓得，搿点晓得。好了。这讲3个后台，一个球子丢下来，回过来，报告上校，5月没得500。啊？得快了，你话已经500了，搿是对也别对？眼睛嘟噜噜，四面一走，看见他搿搭几只西厢，10行到500呀，看看。王小姐啊，王先生，真不好意思。搿搭2只西厢打开来看看，可以伐？别一好，500人刷几好，回文好。刚刚听子我个闲话，半了里向瓮中之鳖。现在落大方，搿不来眼睛拿西厢一只全部打开。王先生，您请过目。搿是不客气，搿来仔细一只下来，毫无踪影而已。绝对500。那么整个失望退定，咱面孔带有点尴尬。真不好意思，今朝麻烦㑚了。哎呀，王先生哪里的话，您有空还要来坐坐，要来看戏呀。好，弟兄们，上这里去看看。等我一排一排仔细看，一只面孔仔细对，坐牢道风从容有赏。晓得。这批大好了。马正金先生的观众的面孔一只看，甚至于凳子下头呀，张一张看一看，还会得压了下头。
不晓得你都做梦才分享着。都老伙的一张一张面孔看，不晓得你都做个一人大模大样，虎鹤之长，受了台浪向唱戏，而起了让看到出洋相。我要再来着，分不等着一个一个，你都那还想得着？你都要做个人随浪台浪向大模大样唱戏，想当年诸葛亮空人一骑，屡放八十。但是今朝我大风危急关头，分不登上上台唱空人机，还叫赋予手机色彩，就只个一声。东京神陈其本家娃泪如是，但是今朝历史与容易。身必出唱戏声，对起那王相生不力，得不死是本，我想他们闻日下音。怎么不识大风真面目，只有身为你文人的你相慕，今内人情恩走向昏头是六分分他那里有四牙公心恩头叫我这里兜肉，这门他三问，他三问，机遇看来，雨听我恨不得是唱为娘听下身身。现在开心啊！等了台浪向相随掌声得知喝彩，那个是平常日家官做得再多，相随不得的。今朝非但有的看到出洋相，我今朝为何白白而复？上天最近实在忙，我再欢喜个京剧，常常有分听见着。待听那司马懿声瑞上音哈。众将官有听本都严厉，光彩光彩光彩，坐在吊船的将领，大小三军听分明，乃我大胆把谁成贼，我定咱人头光彩不用情诸葛亮常来云声，诸葛亮唱两声还啥子不错呢？我本是卧龙岗上
这今夕米听得出良神。哎，喜得蛮快，妹妹姐最近费身子，搿司马懿决定不尽牺牲，所以带着这个神头郎诸葛亮来了回水。诸葛亮啊，孔明，你空城也罢，实城也罢，老夫我不进你的城，而不上你的当，请了，请了。司马将军来呀，来呀！是的，给他的么规定衔接两个冷热水兵与两句歌曲的，把水这么黑一声，回来，回来。那么就得意放言。一想一得意，一想一开心，个唱功的时候还会得看得出样相。得这些荣光，回来，回来！这个两个老着士兵应该是同时两高头举个只玉手，不晓得一个放言举只左手，举左手也分一路嘿。这个西一个水之锅特别大个只手水，砰！刚刚举起来这个水之锅，哈啦！小人们豆腐捉过在外国边浪向，哎呀！不灵，金光一闪，啥么子？水浪向打下一只18开8斤的阿米伽金币，搿只金币不得了，去年圣诞节。宋美龄送给你个礼物，背后头还刻下宋美龄的亲笔英文签名，让自从这里向大家侪是眼红得不得了。搿只水表胖举起来，30年代金西场里向西班子里白龙套的一个议员，也是打得起18开个阿米伽金币啊！我有商量品质40年刚刚买一只。不然我的口气味道了得好，收放下来。所以搿只水砰又紧又缩，另外只水砰升起来，一升一缩，两个滴答，来不及了，金光一闪，哈，个望向眼睛真急呀，砰，对回过来一看，大风。口臭帮是大风，搿么到底那行神光复杂，吴大贼说不大家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青年评弹演员风采录，一起见证青春的力量。